牛奶。呢套內地動畫電影製作極度粗糙，劇情荒誕，喺內地上映10日，票房唔夠8000蚊人民幣。唔少內地觀眾都話係電影詐騙，但令人意想不到嘅係，大批網友竟然出於好奇而紛紛入場，星期六嘅票房收入飆升至80萬元。呢套電影叫做《牛來》，片總長86分鐘。電影製作團隊只係得2個人，分別係導演兼配音信宇萌同埋編劇兼配音信宇萌嘅媽媽。兩母子用咗5年時間製成影片。套電影係講述初生牛犢牛來將從荒漠飛嚟嘅雲雀帶入夢鄉，雲雀喺夢中見證牛來學會承擔同埋面對生死。不過唔少觀眾都話劇情毫無邏輯，立意模糊，睇完都不知所云。雖然係咁講，星期六好多觀眾都係出於獵奇心態而入場，於是全程笑聲不斷。你能活着，你可以喝牛奶。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亦都有入場一探究竟，佢就形容電影好似幼兒園老師帶小朋友畫出嚟咁，但竟然座無虛席，兼且從頭到尾都充滿笑聲。影片結束之後，觀眾仲鼓掌，係屬於不可複製嘅網絡時代觀影奇蹟。內地傳媒報道，影片發行商話，導演係佢熟悉嘅朋友，睇過影片之後勸過對方唔好上映，但導演堅持要上，於是就協助上映。報道又話，牛來嘅上映流程完全合規，2024年通過國家電影局嘅內容審查同埋技術審查，拎到公映許可證。不過，電影成為全國熱話之後，有傳電影將喺全國院線下架。導演信宇萌其後發文證實，電影嘅院線階段正式落幕。